標竿人生第36天，為使命而被造。你被造係為咗要完成使命。神正喺世上動工，佢要你加入佢嘅工作。呢一份任務就係你嘅使命。神要你喺教會有侍奉，喺世上有使命。侍奉係服侍信徒，而使命就係要服侍未信主嘅人。你嘅人生使命既係共有，亦都係獨有嘅。一部分係你同其他基督徒共同承擔嘅責任，另一部分就係主交俾你個人獨特嘅任務。使命 mission 呢一個英文字源自拉丁文差遣呢一個字。身為基督徒嘅意義包括咗被差遣到世上去做耶穌嘅代表，正如耶穌話：父怎樣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樣差遣你們。呢一份使命係啲咩呢？就係引領人認識神啊！作為耶穌嘅跟隨者，我哋必須要繼續耶穌所開始咗嘅工作。耶穌話：你們要往世界各地去，使所有的人都作我的門徒，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，並且教導他們遵守我所給你們的一切命令。呢一個任命係俾每一位耶穌嘅跟隨者嘅，並唔係淨係俾牧師同埋宣教士。你若果係神家嘅一份子，遵守呢一份任命就係你嘅義務，因為你好可能就會係某一啲人唯一認識嘅基督徒。你嘅使命就係同佢哋分享耶穌。假若你嘅鄰居患上咗艾滋病或者係癌症，你有治病嘅妙方，但係就拒絕將呢一份良方俾佢知道，咁樣會係一項罪行。但係比呢一樣更可惡嘅係，你將赦免之道、人生目的、平安同埋永生之道保密啊！我哋擁有世上最好嘅消息，而同人分享呢一個消息，就係你對其他人最大嘅恩惠。你可以為使命工作嘅時日並唔多，所以你一日都唔好拖啦，立即採取行動啦！我哋將永遠可以同我哋所帶領信主嘅人慶賀永生，但係帶領佢哋嘅工作只係限於今生㗎咋。咁樣並唔係話你要立刻放下現在你所有嘅工作，成為全職傳道人。神係要你喺目前嘅崗位上面同人分享呢一個好消息。無論你係學生、家庭主婦、幼兒班教師、售貨員、經理，或者係做其他工作嘅人，你要經常留意，尋找神放喺你身邊，可以俾你分享好消息嘅人。從我哋嘅使命上面轉移分心，其實係好容易㗎。喺呢一個時候，你冇必要謹記耶穌嘅話：接受我所差派的工作而不能專心去做的人，不配進入神的國。今日你又再諗一諗，你懼怕啲乜嘢，使到你唔能夠完成神俾你嘅使命呢？又有啲咩事阻礙咗你向人傳福音呢？